再来看，因应美国对电关税的冲击，行政院核定880亿产业支持方案。院长德英泰表示讲，将对申请的标准会来降低，拜四嘛会来提出相关的特别条例。另外，针对预算的改动案，在野党是质疑讲，行政院有要求各部会未当提出。德英泰今仔是强调讲，行政院无阻挡改动案，会要求各部会全部拢爱送哦，嘛望讲预算当赶紧改动。因应美国对电关税政策的冲击，政府提出扩大补助相关产业计划，行政院核定880亿的产业支持方案。行政院长德英泰日表示，经过甲产业界的沟通，已经调整部分相关申请的标准，日时会提出相关的特别条例，时间会更加清楚，向国人来说明补助的方案。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更广为，让所有的实际受到冲击的厂商加速能够扩增，所以也调整了一些补助的上限。我们礼拜四会提出一个特别条例。德英泰也重新强调讲，会以争取国家上大利益来做谈判的方向，甲美国协商。如今对外有美国关税的冲击，国内是总预算案的争议也咧炭烧，各部会一直传出预算互冻结，业务真歹执行。在家更加质疑，行政院下令各部会未当送出改动案，帮大保变来升温。不过德英泰强调讲，无动改动案。冻结案一共有1584项的冻结。冻结数是1381亿，我们会要求行政院各部分一律全送出来，我们希望一律送出，一律解冻。复议不通过之后1个月，你连一份书面报告都写不出来，都交不到院会来复委，请问你们到底是螺丝掉满地，还是你是有意为之啊？德英泰表示，各部会状况无同款，有真侪机关无达到改动的条件，所以才无法度送出改动案到立法院。伊也讲到，特殊冻结的项目分做3大项，一种是预算要执行到一定的比例了后，才会当申请改动，这有30项；另外一种是冻结条件无达成的，这就有10项。另外，改动的条件真歹执行的，譬如讲有部分是违法或者是违宪的，互行政院无法度做的，这就有9项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